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食老出撇。咱知影讲，一般出撇是无到5岁无做过预防性的囡仔，有的是20岁到40岁。一般来讲，这岁是未出撇。食老出撇里面的意思是讲，食这岁才会出撇。那二句的意思是讲，一个人食这岁才会返常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撇破野撇第4条。撇是讲一个人有特别的惯势，或者是怪性，咱讲是怪撇，或者是讲歹撇。买当讲是性撇，有人讲是撇性。像讲困的时，有啥物款较无好的惯势，或者是动作，咱讲是歹困撇，嘛有人直接讲是困撇。另外，有啉酒的品行，咱讲是酒撇。若是本性的惯势，有人讲是撇片。一个人有一款的撇片，有的人有撇片较好。若是某一款职业的人才听有的话，咱讲是撇话。这里个另外一个音读做撇第8条，主要就是讲满紧，咱讲是出撇，嘛有人讲是出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读做撇性，嘛有人讲是性撇，意思是讲一个人足有特别的关系。一般来讲，就是较怪撇的性，或者是较奇怪的性格。第二个词读做歹撇，这是讲一个人有无好的关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有的人无注意到家己有一寡歹撇，有时阵假整假，连伊个好鼻孔，这拢是撇性较无卫生，都爱赶紧提醒家己爱改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撇第4条，另外一音读做撇第8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